聖經小故事，聖殿裏的少年。當黑落德王知道有新生王喺白冷誕生，佢害怕自己皇權不保，而由東方嚟尋找默西亞嘅三位賢士又冇再翻轉頭。佢一怒之下，豈有此理！真係豈有此理！你同我聽住，派人將白冷同埋四周圍邊境以內所有2歲以下嘅嬰孩，全部同我殺晒佢哋！遵命。黑落德咁就應驗咗舊約裏面耶勒米亞先知嘅預言。好彩約瑟得到聖神嘅啟示，帶咗瑪利亞同聖嬰避去埃及居住，直至到黑落德王死咗之後，佢先至翻去納匝肋。聖嬰漸漸長大而且強壯，佢充滿智慧，天主嘅恩寵常與佢同在。每年春天，約瑟同瑪利亞都會帶同耶穌去耶路撒冷，參加1年1度猶太教最重要嘅節日逾越節慶典。呢個節日係紀念天主喺埃及將以色列人解救出來。點啊？見唔見啊？唔見啊！我揾過好多地方都揾唔到耶穌啊！吓，弊啦，去咗邊呢？平時耶穌唔係咁貪玩噶。係咯，會唔會粒聲唔出，自己翻咗屋企噶？應該唔會啩？啊，有冇揾過聖殿啊？佢會唔會喺嗰度啊？係，我哋去聖殿睇下。快啲啦！你哋所知天國嘅道理就係得咁多啊？咦，耶穌真係喺度啊！我哋逼埋去睇下啦。唔該謝謝啊，唔該謝謝啊。喂，細路，我哋係聖殿呢度嘅經師，你竟然懷疑我哋？對唔住，真係對唔住啊！咦，你係呢個細路嘅父親？係啊，認真對唔住，多多冒犯。耶穌，你點可以咁樣對待我同你爸爸噶？我哋一直揾得你好辛苦啊！你哋點解要揾我啊？你哋唔知道我應該喺我父家裏面咩？哼，你哋嚟得啱啦！呢個細路雖然好聰明，但係佢講句說話，我哋都唔係好明。你哋做父母嘅，快啲帶佢走，好好咁管教下佢，知唔知啊？係嘅，耶穌，我哋翻去啦。約瑟同瑪利亞喺呢個時候都忘記咗耶穌原來嘅身份，忘記佢係天主子，於是帶住耶穌翻去納匝肋。而耶穌仲係好似以前一樣順從父母嘅意思，喺天主同人前漸漸長大成人。你們為什麼尋找我呢？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裏嗎？基督徒嘅家庭時都被形容為一個小型嘅教會。事實上，所有嘅父母都係被天主召叫去生活出一個重要嘅使命。當我哋注視聖家嘅成員瑪利亞同埋約瑟嘅時候，最少可以揾到2點向佢哋學習，就係佢哋對天主嘅服從同埋愛。根據天主俾以色列子民嘅法律，猶太人每年都應該去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。瑪利亞同埋約瑟，佢遵從猶太人嘅法律，每年嘅逾越節都從納匝肋
行路去到耶路撒冷。呢個表現出佢哋對天主嘅服從同埋愛，亦都為耶穌立咗一個好嘅榜樣。毫無疑問，聖家係一個充滿天主愛嘅地方。我哋可以從耶穌被發現喺聖殿嘅時候，佢詢問同埋回答經師嘅對話當中，佢哋話凡聽見佢嘅人，對佢嘅智慧同埋對答都驚奇不止。呢個證明瑪利亞同埋若瑟佢哋教子有方，使到耶穌完全咁對天父開放自己。讓我哋多啲去反省聖家所表現出呢份愛同埋服從，同埋努力咁向佢哋學習。就算我哋有時唔能夠完全明白晒，都可以祈求天主賞賜俾我哋恩寵，去敬愛同埋服從天主。聖殿裏的少年。聲音演出：單嘉亮、袁德全、余君智、蔡雅各、張宇仲、袁漢波、鄧志源、鄭秀玲、劉麗娟、陳玉娣、黃凱慈、何卓林、蔡華欣、陳美麗、林玉玲。陳志明副主教講道：2011至2012年度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言宣讀會製作，現在經已播放完畢。